職業專才教育已經延伸到學士學位程度。VTC 屬下嘅院校 DI 就提供以專業為本嘅學位課程，幫同學投身專業。我去過新加坡實習過3個月，跟當地經驗豐富嘅工程師做嘢，見識到好多行業嘅新技術。而今年畢業，我就會去一間上市嘅工程公司做嘢，希望將來成為註冊工程師。數碼媒體係一個新興嘅行業，需要有高技術同埋有實戰經驗嘅人才。我哋為 DI 學生提供實習機會，亦都好樂意聘請佢哋嘅畢業生。多年嚟，職業專才教育培育咗好多出色嘅專才。舊年每4個中六畢業生就有1個揀咗讀 VTC 嘅課程，向專才路進發。